第9章，前約有崇拜嘅規例同人造嘅聖所。做好嘅聖幕外層叫做聖所，裡面有燈台、機同埋餅。第2層帳幔後嘅帳幕叫做至聖所，裡面有燒香用嘅金香壇同整個用金包住嘅約櫃。櫃裏邊放住裝嗎哪嘅金磚，又有亞倫發過芽嘅杖同2塊約版。約櫃上有基路伯，象徵上帝嘅同在。基路伯嘅翅膀遮住赦罪嘅座位。關於呢件事，現今不能詳細講明。呢啲物件係咁樣安排嘅。祭司每日到聖所嘅外層舉行崇拜儀式，只有大祭司入去聖幕嘅內層，每年亦只有1次，每次要帶住血入去，為自己同人民因無知而犯嘅罪獻俾上帝。聖靈透過呢啲安排指明，只要外層嘅帳幕仍然存在嘅時候，嗰條通去至聖所嘅路就唔會開放。外層嘅帳幕預表現今，即係話獻俾上帝嘅禮物同祭品都不能使敬拜嘅人內心完全。呢啲只係牽涉到飲食同唔同嘅潔淨儀式，係屬於外表嘅條例。佢嘅功效到上帝改革一切嘅時候為止。但基督已經嚟做大祭司，實現嗰啲美事。佢嘅帳幕更大更完全，唔係人手所做嘅，即係話唔係被造嘅世界嘅一部分。基督只係一次入去至聖所，佢並冇用山羊同小牛嘅血做祭物，係用自己嘅血為我哋成就永遠嘅救贖。若將山羊同公牛嘅血同焚燒母牛嘅灰灑喺禮儀上唔潔淨嘅人身上，能夠清除佢哋嘅污穢，使佢哋乾淨。基督嘅血所能成就嘅，豈唔係更多咩？透過永恆嘅靈，佢將自己當做無瑕疵嘅祭物獻俾上帝。佢嘅血能潔淨我哋良心，除去我哋嘅腐敗行為，使我哋能侍奉永活嘅上帝。為咁樣，基督成為新約嘅中保，使上帝所呼召嘅人能領受佢應許永遠嘅福，透過受死釋放嗰啲喺前約時候所犯嘅罪。所有遺囑必須等到立遺囑嘅人死咗，因為立遺囑嘅人若然仍然在生，遺囑就冇功效，只係等佢死後，遺囑只能生效。所以連前約亦係用血訂立至生效。當初摩西按照律法先將所有嘅誡命傳俾人民，然後拎小牛同山羊嘅血同埋水，用深紅色嘅絨同牛膝草灑喺律法書上同所有人民嘅身上。佢話呢啲血印證上帝命令你哋遵守嘅約。同樣，摩西亦將血灑喺帳幕同崇拜同禮儀上面所用嘅各樣器皿上。依律法，幾乎各樣器皿都係用血嚟潔淨，冇流血就冇赦罪。呢啲仿照天上嘅樣式所做嘅器皿，必要用呢個方法潔淨，但係天上器皿必要用更好嘅祭物嚟潔淨。基督並冇入去人手嘅聖所，嗰啲不過係真聖所嘅副本。佢上到天替我哋企喺上帝面前。猶太人嘅大祭司每年帶住牲畜嘅血入去至聖所，但基督無需多次獻上自己。若果係咁，從創世以嚟，佢就要多次忍受苦難。但現今基督喺末世一次顯現，將自己當做祭物獻上，除去罪惡。依照定命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後有上帝嘅審判。同樣，基督亦一次獻上，除去多人嘅罪。佢將再一次顯現，唔係嚟對付罪，而係嚟拯救等候佢嘅人。希伯來書第10章，律法唔係真事物嘅完整同確實嘅模型，只係將來美好事物嘅影。同樣嘅祭物每年唔停咁獻上，律法又點能透過此祭物使嚟到上帝面前嘅人得到完全呢？若敬拜上帝嘅人嘅罪真係得到潔淨，佢哋就唔會再有罪嘅感覺，一切獻祭嘅事亦可以停止。其實每年獻祭只係使人記起自己嘅罪，因為公牛同山羊嘅血
都不能除去人嘅罪。為咁，基督臨世時向上帝話：你唔要牲祭同供物，你已經為我預備個身體。你唔喜歡祭壇上嘅燔祭，亦唔喜歡贖罪祭。於是我話：上帝啊，我嚟行你嘅旨意，好似律法書上所寫關於我嘅事。首先佢話：你唔要，亦唔喜歡牲祭同供物，或祭壇上燔祭同贖罪祭。雖然此祭物係按照律法獻上嘅，佢仍然係咁樣講。佢跟住話：上帝啊，我嚟行你嘅旨意。為咁，上帝取消一切先前嘅獻祭，用基督嘅犧牲代替。耶穌基督遵行上帝嘅旨意，只係一次獻上自己嘅身體，使我哋得以成聖。猶太嘅祭司每日企喺樹侍奉上帝，多次獻上同樣嘅祭物，但此祭物永遠不能替人除罪。但基督獻上一次永遠有效嘅贖罪祭，然後坐喺上帝嘅右邊，喺嗰樹等上帝使佢嘅敵人屈服喺佢腳下。佢一次犧牲，使成聖嘅人永遠成為完全。聖靈亦曾對我哋作證。首先話，主話喺以後嘅日子，我要同佢哋立咁樣嘅約，我要將我嘅律法放喺佢哋心內，寫喺佢哋裏頭。佢跟住話，我唔再記住佢哋嘅罪惡同過犯，所以既然罪得到赦免，贖罪祭就唔再需要。兄弟啊，我哋靠耶穌嘅死，可以放膽入去至聖所。佢為我哋開咗一條新路，通過帳幔，係通過佢身體嘅生路。既然我哋有一位大祭司掌管上帝嘅家，我哋應該用誠實嘅心同堅定嘅信心，用已經被潔淨、無虧嘅良心同清水洗過嘅身體嚟親近上帝。等我哋堅定不移持守我哋所宣認嘅盼望，因為上帝嘅應許係可靠嘅。我哋彼此關懷，激發愛心，勉勵行善。唔好好似有啲人停止聚會嘅習慣，我哋要彼此勸勉。既然知道主嘅日子快到，你哋更應該咁樣。我哋若認識真道後，仍然故意犯罪，就再唔會有可以贖罪嘅祭物，唯有戰戰兢兢等候審判，同嗰啲會消滅敵對上帝之人嘅烈火。嗰啲違反摩西律法嘅，只要有2個或3個證人證明佢嘅過犯，就必要處死，冇得寬恕。何況對於蔑視上帝之子、輕看上帝嘅約血，即係潔淨佢罪嘅血，並且侮辱恩典嘅靈嘅人，又應該點樣處置呢？你哋諗下，佢唔係應該受更嚴厲嘅懲罰咩？我哋知道邊個講過，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又話主要審判佢嘅子民。上帝係永活嘅，落喺佢嘅手裏真係可怕。要記得舊時嘅日子，上帝光照你哋之後，你哋遭遇好多痛苦，但並冇喺爭戰中失敗。有時你哋當眾受人侮辱同虐待，你哋同遭受苦難嘅人做同伴，你哋同囚犯一齊受苦。當你哋所有嘅財物被奪走時，你哋甘心忍受，因為你哋知道你哋仲有更美好長存嘅產業。所以你哋唔好喪失勇氣，此勇氣帶俾你哋好大嘅賞賜。為實行上帝嘅旨意同領受佢嘅應許，你哋必要忍耐，因為聖經話：再過一陣，嗰位要嚟嘅就嚟，唔會延遲。屬我嘅義人必因信得生，但係若有人退後，我就唔喜歡佢。我哋並唔係退後而沉淪嘅人，係有信心而得救嘅人。